未来啊，佫拄到地动，真侪人烦恼中华八卦山天空步道触桥的安全问题。中华八卦山的天空步道拄撞到七色真人节，来甲挂七彩的灯光，甲这个约1公里长的步道，甲成做真水的触桥。这个5花10色的灯光甲造景，互这条步道是安尼愈暗愈水。触桥的点灯活动，嘛请真侪民众来遮参看。不二个，即马有民众反映讲，天空步道的空间有限，人一个坐就会造成4号甲5号出入口附近的公条银河环桥煞会害。人太多，就会摇来摇去，很可怕。办活动那么多人一起涌上来，就会像我们在走的时候。稍微有一点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县府的城管处嘛有派人来检查，讲这个天空步道伊是更骨的结构，加上人较侪，伊的弹性都较大，民众感觉讲会害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承重的部分每米平方是300公斤，大概每米平方可以有4个人。因为这个是钢构的有点柔性的构造，会有一点轻微摇晃是正常。县府强调讲，天空步道的结构安全有经过专业技师的签证，大家每角点嘛是拢有咧管制，赛后会阁要求主办单位把人员的管制甲控制好势。八卦山的天空步道嘛，因为触桥的点灯活动，搁再回流真侪人潮，这个规个灯饰造景嘛要用到中秋节去，安尼天空步道的热潮阁通继续刷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